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今仔头一条新闻来看，英国国王的加冕典礼昨办甲真请影，全球拢总有数十亿人伫咧线顶看直播，见证这项典礼。 英国伫人72国办的加冕典礼，伫台湾时间初六正式进行。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慢慢进入西敏寺，伫伫后边是王冠宝球、圣爱德华王冠加12款中。In his name and after his example, I come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英国的君主加冕典礼总共有5个流程，分别是承认、宣誓、抹文告、授权、登记甲致敬。 这道流传要甲10年的加冕典礼，又是这么欧洲唯一的皇家习俗。2300位权力嘉宾加200多国的代表，这能见证传统典礼加入现代元素，也反映现代英国伫咧文化加族群的兼容多元。查尔斯3世伫王冠的上顶部圣爱德华王冠，坐伫圣爱德华宝座，手举其中一支是金色的权杖，顶头刻着白色的法郎粉角，象征正义加廉耻；另外一支是代表心中正义的奉献之剑，正式奖做英国1066年以来第40位伫西敏寺加冕的英国君主。 由4000位有任军护送，查尔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坐有260年历史的黄金宝车，登去白金汉宫。这段全长1.6公里的路程，又有人叫做是加冕游行。所来王室的成员包括威廉王子、凯特王妃，也有爱德华王子翁某等人，依照往例伫白金汉宫的阳台出现，接受民众的欢呼，展现王室家族的团结加展望。因那成体文伫身的安德鲁王子，也有哈利王子是无出现。 因过游行的路线，除了有王室迷伫咧为英国的国旗欢呼，因过也有穿着黄衫的示威者，拿着标语顶头写“毋是我的国王”，主要抗议的反君主制组织共和国，包括领袖甲成员。伫典礼之间，总共有52个人被逮捕。抗议的民众认为，英国正伫咧经历物价起价正悬的困难的时期，因过王室煞开大钱办加冕典礼，拢无看到民众的痛苦。 记者综合报道。新宇航空昨有一班为台北飞往日本东京的班机，要降落时阵，撞到透大风，所以势头去名古屋降落，煞牵到后边2个机帮，佮因为机场的宵禁，挨到今仔日旅客才当转来台湾，是引起真侪人不满。 公司在带风向了啦！说什么新闻已经写说是怪风了，怪风造成的，没有误差，好笑，也太烂了吧！那个机长英文破的跟什么一样？这个出来了啦，不能现眼啦！假这以上啊！ 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旅客拢真受气咧笑嚷，因为因的机帮互人牵着，新宇航空后来佫直接甲这个机帮的旅客夹入去较晚的机帮，结果煞2个机帮拢牵到宵禁时间到，袂当佫飞，拢爱伫咧机场过暝，今仔日才会当转来到台湾。啊，那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受气到机场，亲身来甲旅客回失礼，伊嘛宣布来回机票钱拢会全部退还互旅客。 再来看这几日啦，全台湾实在介绍了吼，昨台南北寮的高温甚至称到有40度1。好在在即马有头一波黄酸雨的方面要通过，会当落一寡雨降一下温度。不过，干那要靠这阵雨水，恐惊是真歹解决南部欠水的问题。 抬头看，那天内底有一寡云，路边的行道树随风摇。这是拜六予日头照的台东台埔，也毋过，若是一点仔拢袂凉爽，风也哪吹哪热。火烧风一阵一阵，予台埔伫中昼12.48分，气温强要我40度，来到39.7度。点仔公路一直呛烧气，经过车辆是热搁较热，在地民众也一直发动袂掉。你骑摩托车的时候都会感受到那个热气，那个热风。 很不舒服啊！
台南北寮搁较热，下到1:40冲到40.1度，气象局日时针对台南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有连续3天出现38度机会。天后宫绕境活动伫全台上热的日头下举行，信徒寒一直流，也无减少热情。希望他们就是多喝水，那让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随着今年第一道梅雨锋面化近，全台礼拜日后半日起有希望降温。那梅雨锋面敢会当为全台解渴？气象局表示，锋面礼拜日到拜一透早通过台湾，不过对所该南部欠水帮助有限。跟传统大家认知的有比较强的西南风、比较滞留性的锋面还是有区别。那明天这道锋面它还是比较属于移动性的，雨区在中部以北的都会比较明显一点。那南部的话，其实雨区还是有些雨，但相对量比较少。那对于水库的话，多少有些帮助，不过还是比较有限一点。气温方面，礼拜日后半日，东北季风继续增强，全台明显转凉。到后礼拜三进前，北部东北部低温会降到15-16度，中南部是降到16至19度。气象局提醒民众注意温度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实施新的证券管理规定，若是台商头一摆要返来台湾公开招股，会受到影响。而且主要伫咧中国营运的代购公司，以后若是要增加资金，嘛受到影响。再来是中国时报，来台湾读册澳洲学生食到鸟鼠药的案，即马是查到伊伫台湾一个查某朋友伫饮料内底有下药啊！伊讲原底是家己要行底路，家己啉了无感觉，所以嘛无阻挡迄个澳洲学生啉，想知影就出代志。落尾是联合报，疫情期间民众关起管的意愿为2019年的4万外件，去年减到剩无2万件，而且换器官的手术嘛，因为病院的门禁规定较严格，所以嘛有减少。继续来看大卖场的冷冻梅检出 A 型肝炎病毒的案，汤市卫生局表示，即马是有一寡民众有出现发烧等等的症头，不过目前也未通报有感染到 A 型肝炎的病例。另外，外界在质疑这个产品拢无经过查验，是药师就表示，按照一般来讲，确实大部分只要书面审查就会当进口。好事多卖的可可兰冷冻唔过加蓝鱼验出 A 型肝炎病毒，分别紧急甲有风险回收。汤市卫生局继续追查，到初四已经累计退回7700外包，超过12吨。也有少数市民回报出现发烧、吐老等症状去看病，也不过还未通报 A 肝病例。卫生局提醒食品业者，若买到问题产品，应该随听用个通报。应立即主动停止制造、加工、贩卖及办理回收，违反规定者，处新台币3万元至300万元罚锾。好事多所卖的问题产品拢是3月进前进口，外界这期只经过书面审查就放行。食药署表示，今年报验11批蓝鱼，伫美国发布 A 肝警讯进前，也无高风险，以一般查验方式抽查20%，无抽到的只需要书面审查。按照风险高跟低，如果低风险的或是正常的货品，没有什么问题的货品，就会顺利通关。像所有的边境都这样。食药署表示，过去南鱼的检验项目多数是农药，学者指出 A 肝病毒伫食物上确实较无定看，也不过若特定地区国家输入的特定产品，正是有成分性污染，应该评估监视好这个区特定产品的病毒检验常态化。如果说一直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层出不穷，特别是在某些国家的这个某些区域所种植的莓果病毒类的这个状况，是不是必须要把它放到一个常态性的检验的范围里面？好事多冷冻蓝鱼伫边境检出 A 肝病毒了后，食药署阁针对进前进口共产地共效期的冷冻蓝鱼进行检验，另外也针对家顶由原来卖的冷冻蓝鱼蔓越卖顶唔够产品检验，2项结果大约伫5月中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台海的局势愈来愈紧张，即马就有风声咧传讲，美国拜登政府有可能会比较帮助乌克兰的方式，动用总统拨款权，予美国总统会当伫紧急状况的时阵，唔免经过国会同意，就卖美国的武器库存来帮助台湾。有学者的分析，这会当紧急加强台湾的防卫战力。
中国不愿意放弃武力还台，造成台海局势继续紧张。传出美国拜登政府想要比照元首乌克兰模式，以总统拨款供应台湾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行政院长陈建仁讲，对着威权的扩张，维持自卫能力是相当重要。我们一定要备战呢，才能够止战；我们要能战呢，才能够避战。所以，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这一个战力呢，维持我们国家的自卫的能力呢，是相当的重要。总统拨款是看美国总统会使无经过国会许可，就应对美国库存内底输出物品，也是服务来应对紧急情况。学者分析，美方会用及时拨交库存现有的武器载具，精准的弹药也是后勤训练，紧急的强化台湾的战备。军方继续强化无人机作战的能力，传出无人机国家队民间开发制作5款军用上贵的无人机，可能该由军方来付钱，正做国军武器采购史上真足快、反向建军的模式。学者讲，无人机伫战场耗损速度紧，需求数量大，难快速生产来补充，对着强化无相对定的战力有帮助。无人机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兴科技，其实是现在武装部队在强化直管通知勤监侦能力有效加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装备，更有效的去运用军民两用科技，让民间的科技实力可以为军方所用。陈建仁讲，相关建军的问题，相信国防部会伫适当时间对外做更加完整的说明。不过，中国继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国防部公布，初5到初6 24小时内底查到7架中共军机、4架中共军舰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是继续强化防空加突发状况的应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总统大选的布局，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办造势，上尾一场是紧急的邦桥，就互人讲调工要和新北市长侯友宜来拼场。不过郭台铭是好认这件代志。那民进党这边赖清德昨是去新德县参加后援会成立大会，民众党的郭文哲是继续咧走台南的基层。另外，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即嘛宣布要来选总统。副总统也是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初6早起受邀登记母校新北办理国小参加创校110周年校庆大会，下昼亲自参与新德县圣罗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伊讲国家面临真侪挑战，上大挑战就是来自中国武力威胁。现在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中国武力的威胁。和平是无价的，战争没有赢家。那也将出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拜汤圆孤山为天宫，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到土城三关宫参加马祖绕境活动。因为郭台铭未来市长造势活动最后一场办伫新北板桥，被解脱是假场，两人敢是起兵外界关注。郭董有心为中华民国、为台湾多做事，我们都要给予肯定。不要老是见缝插针哦，我这排的行程就是照既定行程的走。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继续行访台南，先到永康区平雅市扫街，再到安平海台天后宫参拜。因为母亲节要到，伊沿途发散金钟啊会甲乡亲博感情。另外，去年要参选台北市长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初6早起正式宣布投入总统大选。我们在这里宣布参选总统，要改革黑金，要下架贪腐。在妈祖绕境的时候，伊咧分物件互你。1万8万，你讲你国民党民进党，这个岛上太分裂，有输了。那郭文哲有计5月初要正式登记党内总统初选，到时阵也会有记者会进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内湖的东湖地区，这几日有高山仔咧湖白走，佮走去摕庙林的贡品。动保处接到通报去到现场，煞无抓到这顶高山仔。初步判断是野生的台湾猴为附近的山区走落来的。提醒民众若看到，就要赶紧通报，唔通挖紧。高山仔一日跳起爬上厝顶，不过也看无啥在。高山仔伫徛街出现，民众看到这个情形也是惊一日。我早上是在莱尔夫那边看到，我就说，怎么有猴子？好像蛮大只的。爬上红架道，恁哥摕起了后，赶紧走。庙市方面今日过来摕这水果贡品，暂时用罐头放伫遐。我今天下来拜拜会很怕车会跑来耶。高山仔伫市区拍走，伫个台北市内湖甲东湖一块位啊，
初五早起6点外，出现伫东湖街7巷，隔港早起安泰街巷仔内底有发现，所在伫邻近的康乐街有社区甲公庙，拢有发现只高山的踪影，不过即阵唔知走倒去咯。大概1个礼拜以前，我们就有听到在碑的里有发现猴子的那个踪迹，从我们后围墙那边跑进来，所以担心说他不晓得说会不会攻击宠物啦或小孩。进前6福村有灯火的狒走去，为了死去才引发风波。即摆台北市东部处检判，应该是野生的台湾高山落山来找食。接到通报了后，已经派员去勘查，即阵也未看到。基本上目前在台北市会见到这种就是台湾猕猴的状况，大概都是临近山区的部分。那动物有可能会因为觅食的关系，就会到山下来。台北市区高山毋是头一摆，即摆有发现东部处的有区管也是为了方式赶登去山顶的采集地。尽管台湾高山不过在是保育类的动物，不过也是要保持三个原则，就是莫接触、莫干扰、莫改饲，因为伫无危害之下随意乱抓，意外会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逢甲商圈真出名，嘛吸引真侪连锁店去遐设店面。不过，这已经真做地标的麦当劳有风声讲5月底特别收单，互真侪民众拢感觉到意外。嘛有卖厝的中人伫咧烦恼讲，会去冲击到店面的市场。早起暗暝10点，店内就出现食饭的人。台中逢甲商圈这间有名的连锁素食店业者传出5月底要关店，因为伊位伫逢甲路甲福车路口，是当地有名的地标。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拢真意外。这附近的麦当劳只有这一家，所以会觉得会啊。没啦，这商圈哪有可能没落，还无差甲一间麦当劳啊？无差了，对啊，这人啊恁济就无差甲一间啦。素食店业者证实，因为整体商业考虑，逢甲店会伫5月29结束营业。另外，包括台中一中商圈尊贤店、南投草屯中正店也会公布关店，后续会展开搬迁作业。当地帮助业者表示，3年疫情冲击逢甲商圈店面市场，干那福兴路上居坊8有25间店面无人租，改道了后，人流明显回流，目前只剩10几间店台租。指标上素食店搬迁可能甲租金有关系，恐惊阁会牵动拄啊复苏的市场。可以不戴口罩之后，逢甲商圈是有慢慢复苏的现象，可是又经历这一次麦当劳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对逢甲商圈一定多少都会有影响。品牌制造协会观察，连锁素食店业者疫情进程都已经进行数位转型，将并老旧店面的步调并无伫解封了后停止。素食店业者强调，后续会伫附近商圈选择新的地点重新营业，准备好会对外公布。那帮重业会看后续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东京奥运摕到木姓具铜牌的咱的查某选手黄晓雯，当伫咧3月底摕到世界女子木姓具锦标赛的金牌了后，返来台湾参加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昨嘛顺利伫咧金牌赛拍败对手，帮助虎台完成8连霸。世锦赛夺金了后，头一摆返来比赛，黄晓雯参加全台湾公开女性组拳击第4量级。头一轮主动晋级的伊，第2轮对手第1回合就向面军来投降，决赛对上家己大学的陈金莲。黄晓雯比对手悬出至少1粒头，主动有效的攻击是真明显，更加侪摆甲对手逼到这围栏边啊。3回合以5比0胜利，帮助虎台完成8连霸。感触很深啊，因为毕竟辅大我是第1届创校队的学生，然后因为从第1届的时候只有我一个女生嘛，到今年第8届，我们女生今年有7个，几乎是所有量级都爆满了。看着他们就是跟着我一起在为学校这样奋斗，就是蛮感动的。其实黄晓雯伫世锦赛了后，正手骨头闭起，教练讲爱加详细顾好，佫袂使停止训练。全台湾就是演练战术，伊一摆比57公斤级，伊无需要控制体重，所以有去2摆夜市啊。比这杭州亚运这1年外拢是以54公斤级为调整的方向。有在慢慢适应54公斤这个量级的，不管是对手啊，或者是拳的速度跟体重控制，都慢慢在适应中。因为最终目的是巴黎奥运的金牌了，那我们希望在亚运的部分先让他尝试一下54的整个身体状态。那势必那个时候的状况，假如为了这金牌着想，50也有可能啊。亚运进前完比亚洲大型比赛，黄晓雯会刷到欧洲训练。
另外一位当俄国手陈念琴伫转台湾第7量级决赛代表青台登场，对手大体大的李敏因为目睭的伤势，所以讲放弃比赛。陈念琴得到金牌，对着亚运还阁剩4个月。陈念琴讲应该准备拢有准备，要以比赛代替训练，参加太洪杯来试看卖。记者综合报道。本土语言愈来愈受到重视，伫新竹就有推广母语的团体，逐个月拢会举办用母语讲故事的活动，互大人囡仔做伙来听故事、培养感情，嘛互囡仔会当自细汉就听到母语。我上介意阮阿爸啦，阮阿爸吼有够勇壮的哦，伊大声吼的时阵，有够缘投的呢。台语老师用活泼的方式讲故事，互大家听，每一个囡仔拢感觉真趣味。毋若听故事，阁会当学台语。我感觉听台语是一个感觉啦，就是伫咧有讲台语的环境内底，囡仔就去掠家己听有的安尼。全母语的方式跟他沟通，但是也一直迟迟没有开始，就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母语能力没有很好，主要是希望这里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他觉得说，这说母语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这样子。对。新竹市母语推广协会每个月头一个拜六，拢会到清华大学用台语讲故事，推广母语文化。算算的自开始到即马，已经小连续4档外，拢毋捌停过。这个过程中，阮会做伙唱歌，吼，因嘛，我感觉因嘛足投入的，因嘛会开始甲我分享讲，伊转去有甲因阿公阿嬷会讲到阮上课的事类安尼。用母语讲遮趣味的话本甲故事，嘛是互囡仔心目中吼对母语的即个印象，嘛互伊知影讲，原来阁有遮侪人用即个母语。咧生活啊，咧交朋友啊，嘛会使提升讲咱即个母语的平权。协会讲，透过母语推广活动，互大人陪囡仔听故事，除了培养亲子之间的感情，还当互囡仔用母语生活，自细汉接触母语。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科技咧发展，进前有开发出台语、英语的翻译系统，即马嘛有 ChatGPT 这款对话机器人，所以着学者当咧做研究，无定定未来会当开发出 AI 台语老师。你好，食饱未？我是电脑程式，无需要进食，多谢你的关心。电脑听有记者用台语问的问题，通翻译做英语，也会使用台语回答。其实这是阳明交通大学廖元副教授用家己开发的华语台语对译系统，结合 ChatGPT， 互电脑也有能力参人用台语对话。你讲台语吼，先用阮的程式吼，先甲翻译成中文啦。中文才送去 ChatGPT， 你看到中文，伊就晓印，但是伊定的就是中文。阮就搁甲翻译成台语，因为ChatGPT伊训练吼，就是设计去查资料安尼吼，尤其是为网络面顶去掠安尼。所以掠落来资料大部分其实拢英文啦，中文为主啦。台文的资料其实真少。目前要互电脑听有台语、用台语对话，因为资料伤少，是目前主要的难关。不过廖元副表示，当咧透过教育部的计划，参公司台语台合作，按算以台语台的节目做资料，训练听识听有台语。未来电脑听识就有机会真侪人的台语老师传承台语。教台语的人吼较无够，好像家己要学就较歹啦。所以上好是用电脑来教，希望这资料就做较侪，伊可能就使伊那做好啊。计划按算伫4档内掠6000点钟台语台的节目，整理出3000点钟的台语资料库做训练。廖元副做台语听识开发高达5年左右，伊也捌提供资料予美头制作台语、英语对译系统。伊认为，即马电脑技术发展有够分，各有国家语言发展法这款政策支持，现主时是复振本土语言上好的时机。记者郭本林玉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27度，中部地区23度到28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
东部地区23度到33度，搁有外岛地区20度到29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